伫咧云林大溪新兴海堤老旧变做风台，定定拢会破空涉水，互周边渔翁或者养殖户是真困扰。针对这件代志，云林县府表示，这是因为地层下陷保环才会无够悬，只要风影较大，就会出现损坏。目前已经提出总经费1亿5千万的改善计划，要来甲中央争取。大溪新海堤桥头被海水直接冲到边仔的水防道路，唔但造成养殖专区的渔民处理无方便，海堤嘛定因为风台内射向强劲的东北季风，造成破坎涉水，当地养殖户就烦恼，万一溃堤后果不堪设想。浪打过来就石头就掉下来，然后整个堤岸我们也怕它的溃堤啊，溃堤之后我们没办法，包含我们生命安全都很危险啊。这龙头龙差不多龙掏空啊，所以一定要去加管。然后安尼较安全。大溪乡长李文来表示，大溪新海堤全长1.9公里，边仔就是水产养殖区，但海堤已经20多年无整修牢固，佮因为地质下陷，现在面临管道不足，只要强风大雨，就造成堤防的沙石放弃。我们现在整个堤场大概有1.9公里，我们预估要到差不多要1.5亿左右哈，整个新建经费。这个我们也拟报相关计划，报到中央去做争取。有官表示，大溪新兴海堤老旧，万有风台造成破堤，真需要专门整治。目前地基会先清除水防道的杂物，增加消保管减少冲击，限地出来补强海堤。至于长期的计划是重建海堤，已经提报中央争取1.5亿的经费来改善。记者黄有报道。